台湾市也按多年来发展啊，起价个像个许多人使起计划。其实20年来，台湾一直是一座移民都市，也地位当然也有客人。照客委会嘅进行统计，台湾市有83万嘅客人咯，係全台灣最多嘅。喺三線、海線到都會地區旅遊，也認真分布啊個多樣。無論係推動傳統文化發展，也想保留在地特色，佢難用創作方式來做。台灣市客家事務局去年呢用學校做中心，先對桃園4線嘅6間學校做起事，用記錄主題遊學來推動以客家莊了一年，結果滿意受歡迎。今年對4線、康泰道、台3線有17間學校參加，17間學校都代表17種無共用嘅記錄文化，安尼在地文化愛傳入。都有為韓國多樣嘅想象空間同可能性。一對學生嘅動專心練習打鼓，也係桃園市新屋區東明國小嘅特色課場練習太鼓嘅學生咧，係對桃園市各區來嘅，佢哋去報名桃園客莊記錄主題遊學，用禮拜6日太人設置去客家莊留了一日。新屋係被台灣清太米廠學校咪將特色美食用到遊學課場地度。慢慢的拔，慢慢的，慢慢的，哎，你看，是不是很漂亮啦？啊，这是寿龟，啊，这个叫寿龟。將風台灣表演班呢，再個表到每地度，以紮實風班做好，整個知識的。對頭都市太新人來講，做傳統美食當然一神奇，不過打太鼓來講，還較想念。做這個好不好玩？好玩。我覺得打鼓，我覺得很好玩。其實我們平常就常常到一些，比如說苗栗、新竹的地方玩，然後我自己也住桃園嘛其實對這附近就是在地的客家文化其實蠻有興趣。雖然我本人不是客家人，可是覺得這些文化其實很貼近我們的生活啊那像來參加這個活動的話，做這些什麼紅板啊這些東西真的很有趣。然後剛剛又體驗太鼓帶小朋友來，自己親身體驗的話，跟平常自己看的又不太一樣。來參加東明國小遊學課程旅行上，希望新人呢行下認識自家家鄉。一項禮拜6日遊學發通，幾間連登天然研判，台灣年輕4線向6間學校參加，結果報名嘅答辦都報到難。今年除咗4線，又增加台3線，總共有17間學校，東明國小係連2年都參加。我們從去年的114線，我們就開始參與了。在我們這一條114線上有蠻多特色的學校，那我們東明是以新屋最具特色的米食作為主軸。來我們這個學校遊學的，不僅可以看到我們學校的許多特色，他可以親手做米食的 DIY， 跟着我們太鼓社團老師一起體驗太鼓。這邊的建設原本是一個古剎，不過這個古剎呢是在民國28年的時候，它就新建到現在。好，這些都是舊時的那個梁，都是用那個陳的木頭。遊學發通唔但搶到學校天天，咩行業的沙皮同記錄，也代表新屋透明故事館，依照特色市鎮牽涉於件代表性的博物館。透明故事館作為新屋的代表，新屋同講緊清河時節，總係幾萬公頃的部位。也特別保留百年來素材做的精密設備同古廠，東明國小攞嚟列做記錄遊學特別站。其實我們去年的風評非常好，2個梯次其實都爆滿，所以今年呢，整個客家事務局把我們整個桃園市的17所學校都組合起來，當做一個客莊的遊學地點。遊學我哋就計劃這個講係全國首創嘛。慶祝也會幾個想法就係，當時想客家語言，然後面臨傳承動態危機嘛。語言嘅教育應該到家庭開始，嗰時我嘅想法就係應該親子共同來學習。跟我就有隻機會，我就請到幾個學校嘅高中啦。
福岛加上的社区同七路中心，比起社区没有学校道真核心的资源，比如讲国两类的形象。不过，桃园客家事务区想透过福岛来传承文化，并唔像外界想象按咁做到。之前教育体内主管机关系教育局，并唔系客家区，教育单位咩唔可能将辅导客家族群天天，也做经过跨局处的大合同整合，再个强化开会决定主题。从去年开始做114噶，大家人们想讲有可能无吼？因为我前面到学校来配合，嗰时候到6件开始，我做迄拜访的到学校为教长，寻求给他的支持嘛。结果判出一点小小的成绩，今年就扩大规模，有17件学校的教长提出来。17件学校同无强要区咯，主要无强要主题特色。比如讲，同龙潭的龙年国小喺度参与起顺方，有好主题做带动去体验杂茶。新武东明国小做美食之旅，学中有学计划开始提点，做同东明国小顺方意义实现。一条路喺桃园客家路主讲开垦同前赛其中一个创业路线。利用你下拄拄迄度，你个114线诶起点，你起点呢，佢嘅路线呢？除了到新武开始航运外呢，还去会到中乐，会到台海，甚至于会去到利用因的并了，其实了系路主线就留下来老古道、老关道，两条路线啊，作为新武因非常的重要。这样是路管头也係新武嘅中山路，其實114線全長長57.7公里，開始地點係新武嘅玉安湖港，經過桃園南區嘅楊梅、中立、平鎮同北德，一帶都係客家大鎮，再個落到新北市安國、樹林同平溪，最尾係到台北市萬華嘅龍山寺。對於日本書嘅意思，一條路做南桃園嘅產業經濟大路。因為加韓事件，差不多日本到2次大戰的後段的時間啦，日本人就開始佢嘅主要嘅糧食啊，全部都新武啦。所以啊，佢哋閒庭嘅嗰啲人啊，佢哋農民嘅佢嘅谷啊，佢徵收嘅量啊非常嘅大。所以這個時嚟其實全部偷偷摸摸嚟去抗議到起來，利用暗部呢個時間啦，就走了114條路線，直接行到台北去。到行到台北啦，叫講賭天高。買米賭好，賭好，所以人家講黑市米啊，其實也係其中的一條方法。早上日本人當然對緬甸冇抗美，加上好點點嘅做來查。不過新豐人抗美抗到一起呢，有隻故事就發生喺8年10號8號水號。就在這裡挖一個洞，以前都有藏米呀。那時候日本時代講嘅抗米，叫抗米，叫中山市哦，叫嗰條人來動哦。是款款啊，腳就不會再移過去，發啊，比嗰什麼特別人的比插抖音走，比發哦，他沒有，走了看這個，自然就走掉，叫安尼把公給翻，100多年了呢。不過除咗114線，桃園83萬客家人口，老主講嘅建設沒冇聽出全行一條路，這樣是很包含嘅淡水南崁一條。嘅客家人當時。因為風向嘅關係，佢嘅船啊，緊操縱嘅時候，冇辦法行過了，其實都該會港口呢上來。淡水是一條路，南崁是輕重要一條路，了平靜咧昂福了對吧？是到南崁該會慢慢地辦到平靜，辦到龍潭來啦。吳家權喺國小退休教長，咩平鎮採鐵路閘，佢研究台三線一搭嘅龍潭太海移民，單順帶太空海落來嘅。因為啊，大漢溪啊水源豐富啊，古時對來講，最最多係3行了位啊，佢船行落嚟的，甚至個大貨船啊也出來的，出入的，那就形成了一個姓氏部落都該會。也太海當有名嘅一隻老木啊，李騰芳古宅，其實佢咩客家嘅家族，一條好比太海豆腐當有名，大溪道間當有名，其實做豆腐嘅當都做客家人，嗰時一條做客家唔知嘅一隻人文嘅歷史，就透過一條遊學課程，幫行看當年的
做的了解啦。这个水呢，就是我们石门大菌的水，在哪里就像现在这么干净，哎，要大力压下去，哎，不会坏掉，不会坏，不会坏，加油加油，哎，加油加油，好加油，哎。也有拍摄喺落去三行嘅头一站，参加三行嘅時候，有學團小朋友當歡喜頭教水，頭攬人係控制第76台船呢，喺度龍潭3台人，客家講當流，名人同做行業。我就本來做帶了以後，我講嘅就起身來台家做先到三行嘅，從公家就開始帶到一下。啊，你啊大概能慢慢看到起身了比專門說人嘅田啊，起身咧就可以困。其實種青島嘅種樹有嘛，所以三行要青島種樹北宮啊，哈種樹潭啊，所以因為青島嘅種樹，然後呢，伊呢邊又係一個雜布，所以其實呢邊其實嘅風產啊、地產嘅東西青島。雜布意思係講，早上一大筆種甘蔗、醬做糖嘅蔬菜，三行嘅早到1744年就開墾咧，喺龍潭清早開發咧，不過受到都市計劃罕見嘅影響，也冇辦法開發，故所包含三行路街。雲浮江、淺淺地，冇咗強悠悠嘅水田，就係做得維持原來樣嘅。深坑老街是50公顷田有嘛嘅，但是今日記到了上課講，我哋提撥都是要按多一項補出到了。我覺得本來就是在地客家的文化，其實都有必要繼續的傳承。那我們結合在地的文創，像伊朗木創啊，那他也是我們的家長，然後他幾乎是用贊助的方式。那另外我們在地的古媽媽，三坑老街裡面最有名的菜包，這全部都是我們在地原汁原味。三行貴州有學團，同樣係報名人報到南，係有人喺連登2年都來參加。從日陳小智帶定佢同法國人用嘅拉嘢來，佢當上17間學校都去報名，愛新人呢都認識菜地文化。當打上嘅時間啦，捐課有到嘅過程人在嗰度參加。這是我們第二年來參加。那去年呢參加海線部分的學校的活動。那為什麼參加這客莊的活動？是因為小朋友的爸爸是法國人，那我本身是平鎮客家人，那一直很希望小朋友能夠對客家文化多了解，然後他也很喜歡客家文化。這是我第2年來參加這個活動。然後我最喜歡的部分是 DIY， 我覺得好多 DIY 都好有趣，好開心。潘發通老年漸漸呢，唔過同發通結束過後，對文化當今要做得留到乜嘅呢？同樣是客家書曲想做嘅，除咗做得同發通當中，愛睇人寫字，當自然接觸學習客家，還做得用親手錢。創造出有層有遠嘅影響力。10多年、20年來，一直特別推客家嘛。但係沙期做到當老年漸漸呢，但係留下嘛嘅喏，發通判說咧，也係呢就講2年啊，係呢冇留下來嘛。告訴人做應該重新思考，在生活當中來學習客家，因為也係輕重要。告訴像一下人呢有好嘅課程啊。所以本小朋友的提供，客家要走入生活，客家要結合城市，客家要連接歷史。未來我是講希望一隻平台要建立起來，係咪不止係啲土然人嘅人民有機會，係啲全國嘅對客家文化有喜愛的親子或者學校，他都可以來找到這個客莊文化聚落的一個遊學，還有戶外教育。用客莊嘅特色學校做中心，行多沙期村落當中嘅人文景點，再個加特色體驗考察，可以參加體驗寫字，透過發通認識深度嘅客家、海順嘅客家，亦都有多年嘅風貌。遊客本人知道客莊行嘅改革圈。喺講人客了解越多，就越改革出菜地嘅文化。